課室小學呈分之王數學篇金牌應試手冊。這本書是通過破解公開試、呈分試和校內試常考題型，提供多元化解題技巧，幫助學生全面備考。這本書配合最新課程編寫，全年一冊。現在講解如何使用這本書。先掃描 QR Code 觀看影片，學習基礎知識。接着係通過常考題型突破部分，攻克常考題型。再通過題型集訓訓練，及時鞏固。考試前可通過考前衝刺部分，考前快速複習。內文的特色內容有：每單元首頁設有考點思維導圖，展示考點網絡，讓學生快速了解考試方向。常考題型突破部分，精選常考題型例題，提供解題通法，列出詳細解題步驟。還會提供解題技巧或解題公式，輔助學生解題。提供重點提示，提示解題關鍵。提供高分錦囊，提示解題妙招。還會提供數清易錯，提示易錯點。部分還會提供速效解法，幫助學生快速解題。題型集訓，訓練各單元常考題型。考前衝刺，共分為3個部分。應試筆記，此部分會列出實用概念、技巧及方法。攻略易錯，此部分會指出常犯錯及規避常犯錯的方法。應試精練，此部分提供精準練習考試重點題型。這本書還有玩轉數學和奇妙的數學思維2大趣味內容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。這本書的網上增值資源有：線上課堂，提供自學影片，題型多多，提供更多的網上思維題，呈分試試題，提供網上呈分試試題。HKAT 試題，提供網上 HKAT 試題。